为了要让这个偏乡地区的学生囡仔会使欣赏到这个优质的音乐会，台湾出名大提琴家张正杰发起呢，走遍天涯海角的音乐会这个计划，即摆到轮陪国小和全体师生享受一场精彩的音乐会。 好听的歌声传遍规个活动中心，让大凯囡仔听甲嘴茫茫。嘛看到大提琴家张正杰的厉害，音乐演奏嘛透过音乐来和囡仔交流。他们都是国际级的音乐家，所以可以听到他们演奏很难得。台湾有名的大提琴家张正杰，被邀请来到轮陪国小演出，这是第11场走遍天涯海角音乐会活动。 那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张正杰老师能够到我们学校来，这对我们学校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。活动内底，张正杰嘛和有名的钢琴家卢冠廷、京剧朱立和联合演出，现场趣味表演，让大凯囡仔拢看甲夹夹叫。